米级先进材料研发院在中国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启动了全新材料科技成果展示中心，正式开启大湾区科创合作的新阶段。该平台旨在将尖端材料技术转化为产业优势，助力经济增长。纳米研发院行政总裁冯振宇在开幕式上表示，新中心将重点发展电池技术、绿色冷却方案和生物医疗材料，与深圳本地企業和科研機構合作，共同打造創新生態圈。納米意思就好細啦，咁點解一樣重要咧？呢啲咁嘅細材料係呈現好多嘅特質，咁啊解決好多所謂而家世界大問題，例如環保啊、雙碳啊、可持續發展。開幕當天，納米研發院與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前海夢工廠、深圳國泰光谷科技有限公司達成合作協議，鎖定高端醫療和智能科技領域。面對全球綠色需求，納米研發院積極響應雙碳目標，研發低碳材料，推動綠色生產。納米同埋先進材料研發院位於香港科學園深圳分院嘅材料科技成果展示中心，近日正式喺深圳開幕。呢一里程碑式嘅發展，唔單止標誌住香港同埋大灣區喺材料科技領域嘅深度融合，亦都加速咗前沿創新技術嘅產業化進程，為大灣區經濟同埋社會發展注入新動力。作為新材料領域嘅領軍機構，納米同埋先進材料研發院將重點推進幾大核心方向。首先，深化大灣區嘅產業協作，推動香港研發內地生產嘅創新模式，以新型電池材料等應用為示範，助力製造業嘅升級。而其次，聚焦國際市場，利用數據中心浸沒式嘅冷卻液等先進技術，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動綠色科技嘅全球化發展。另外，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將進一步拓展生物醫療材料嘅應用，同埋大型嘅醫療機構合作，加強喺精準醫療同埋公共健康領域嘅技術落地。納米意思就好細啦，細到原子分子咁嘅概念。咁點解一樣重要咧？呢啲咁嘅細材料係呈現好多嘅特質，隔熱啊、導電啊、靈活度，咁啊解決好多所謂而家世界大問題，例如環保啊、雙碳啊、可持續發展。咁呢就我哋首先嘅研究方向先嚇。咁至於所有其他就集中於係例如低碳材料啊、電子材料啊、電池材料啊、可持續嘅建築啊等等。呢次展示中心嘅成立，唔單止展示咗納米同埋先進材料研發院喺新材料領域嘅卓越成果，亦都為未來嘅產業合作奠定咗堅實嘅基礎。